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9月25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廉市议会25号进行民政部门业务报告，议员林美燕针对公家机关身心障碍者禁用以及公务人员加薪的议题提出质询。议员强调，虽然廉市政府已经超越禁用身心障碍者，不过议员要继续加油，来作为其他企业的模范。议员林美燕上午伫议会质询时指出，根据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公部门禁用身心障碍者的比例是3%。虽然市政府已经超越禁用，但6都当中却是比例上低的。议员认为市府应该带头借由公部门来带动其他的民间企业，给予身心障碍朋友一寡机会。如果我们用6都来讲的话，咱台南市啊，事实上也是偏高的啦。你得禁用这个身心障碍里面，你觉得切额是最少的，你应该达到这个数字的是实际用多少的数字，1746个人里面，你是差额是最少的260个人啊。但是这类260个人不代表就是说，虽然跟6都比较我们比较偏低，但是问题我们也希望啊，公部门应该扮演一个就是领头羊的一个指标啦。你如果公部门多用一点身心障碍的人士的话，别民间团体不是可以让他们觉得说，公部门这么做了，为什么我们不去做？这个是一个中央制定的法令哈，当然呢禁用不足有法则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一个算是标准的模范生了哈，在公部门里面不可能，但是我们还是有切额，不可能不用到这个禁用的比例，而且我们是超标去用。所以讲，咱是会当讲鼓励大家机关工作性质上可以容许。如果我们事实上还是有切额的，我想禁用身心障碍这些好朋友，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肯定啦，也代表是社会对他们一个就是说接受度啦。另外，针对军公告加薪3%，但市政府需要增加10亿的经费，而其中有一半必须由教育发展基金运用。议员林美燕也指出，教育发展基金的用途包括教育行政支出、教学支出、推广教育等10项，要求发展处新早用伫军公告人员调薪，是毋是适合？但是，文章山林根参报道。针对行政院宣布明年为军公告人员加薪3%，廉市议会这议员也替临时人员请命，要求加薪。议员陈怡丁呼吁市府，莫为着小钱来斤斤计较，应该要用更较大方的态度来带动民间企业做伙为员工加薪。针对公务人员调薪的政策，廉市政府拟定临时人员的部分，也比较3%的方式调整，而且调薪3%以后，无到基本工资22000块的人，会再依规定调整到基本的工资。对此，议员陈怡丁认为，公部门为临时人员调薪，应该爱更较阿萨利，以作为民间企业主为劳工加薪的模范。其实我们身为一个市政府处长这个角色我想我们应该要更有带头作用，应该较阿萨利的直接的甲因加，卖底下就讲因为什么是安娜有4.72%，所以就不调3%，因为怎么样对吧？我想这个不需要去跟这些辛苦的劳工去争执这些1%、2%、3%我知道议员大家都的一个意思是工作很辛苦，也都是为了市政府在努力那市政府能够有好的执政，我想每一个市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谢议员，那麻烦是给我1分钟，我说明一下。给你30秒。好，第一个啦临时人员事实上它是比较临时性的啦大家你也让看期间有做临时员工做久啦其实在人事禁用上事实上有点不太一样的。第二个部分，我们不能否认临时人员对市府的贡献，但是在临时人员的一个设置上，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一个任务属性？那是还是涵盖在说他的工作属性上，而给予适当的一个续薪了。那第三个是说我们能够公务人员能够调3%这部分，是包括我们过去台南市政府的这个财政纪律之下，
累积了相当的一个雄厚资源，但我也不愿意看到我们自己为了这个事情打肿脸来充胖子，不像有些县市一手说会调薪，另外一手跟中央要钱。那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说打肿脸来充胖子啊，好。市府强调，临时人员调薪3%以后，报到基本工资，再依规定调整。调整的范围大约4.72%，比公告人员调整3%更较悬。所以目前市府严格遵守财政纪律，无计划甲其他县市同款，先提高基本工资，再调薪3%。但是，จาก山林根采访报道。前瞻基础建设经费，暂时已经得到中央核定1300多亿，不过市配合款的部分，阁需要394亿。对此，议员蔡淑慧关于市府财政无法度支应这笔费用，因此向相关单位来提出质询。廉市争取中央前瞻计划，目前已经核定1300多亿，离市配合款大约是394亿。对此，议员蔡淑慧质疑，本来伫107年度800多亿的预算当中，有394亿是必须用伫前瞻建设，你预算的规划到底敢有够完善？你说已经核准1300多亿嘛，就是已经核准。那核准的部分，我们需要有配合款，就是300多亿嘛，对，没有错嘛，是不是这样子？是。所以，我们台南市的总预算明年度848亿，有395亿是要配合前瞻计划的配合款哦。300多亿的部分里面有分年，好，它这个先期前瞻的计划它是分4年去执行，所以我们大概把像说107年的部分，我们就编在107年要去执行的计划项目。议员质疑，以市府财政是不是有够支援前瞻项目，所以要求研考会后再提供资料，以了解相关内容。但是，จาก山林根采访报道。前台市警察局长陈子敬以无党籍的身份宣布要参选台南市长。23号伫因空成立第1个竞选办公室。现场济警察界同仁以及议员拢到场支持。伫咧因空成立第1个竞选办公室，前台南市警察局长陈子敬以无党籍的身份正式宣布投入台南市长的选战。现场客满了支持伊的民众，甲过去做伙做工课的警界同仁。陈子敬表示，因为曾经有人表示，民进党无论是派什么人，就算是派一粒西瓜，嘛会当选台南市长。但是陈子敬认为台南选民是充满智慧的，无认同这种讲法，也因此伊伫现场准备了大刀破西瓜的阶段，要来破除这错误的想法。咱只有一款咧4年有一遍的机会，看大家，有人佫比我佫想佫较勇敢的吼。我本来一直咧等讲看有啥物人要出来参选嘛，结果都真侪好朋友啦，就讲你上适合，你上适合，所以我相信讲这个参选的理由啦，大家对于现实的这个状况，不管是中央的政策、地方也好，经济，这个若要简单讲起来，按这个一例一休啦，什么同婚啦，这个前瞻计划啦，甚至我在场真侪非常会使讲保证啊支持阮这个老同事也拢差不多退休的咱这退勤人员包括可能嘛公务人员这个年代受到真无合理的这个对待等等。那么咱地方房屋税、地价税、甲饮水的问题甚至讲以后的咱这个要关心到咱的停车的问题老人的照顾。婴幼儿的这个托付的问题，我想种种差不多你想的，我想的，咱大家所看的问题，拢差不多同款。但是这物件一直下咧，拢无人解决。所以这拢是未来我的政见，未来我要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这是要参选的理由。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子敬也表示，台南人的生活愈来愈辛苦，伊认为经济上爱改革，而且税务的制度嘛爱多体谅民众。伊也承诺要予台南人一个更加合理的生活环境，予台南的乡亲过较好。
等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市长参选人陈廷辉23号成立东山奥运会，现场人潮相当的多，也显示出陈廷辉的个人气。而伊也再次强调行动政府的理念，要让公部门发挥高效率，来解决民众需求以及东山地区变演化的问题。陈廷辉东山奥运会成立大会23号举行，虽然天气相当的热，但有万有上千位的乡亲唔惊辛苦前来收听，好办奥运会这条路闹得滚滚。陈廷辉伫咧会中也再次强调行动政府的政治理念，希望借此解决大台南合并以后市区甲其他地区资源分配无平均的问题。伊也大声喊保证，只要伊当选台南市长，东山区一定会当东山再起，袂有变演化的问题。第一个方向就是分站管理、分站负责。要安怎分站管理？就是咱过去东山乡公所的功能，咱乡亲时代感觉有紧迫性，爱马上处理的农路，爱马上处理的一寡事务性的工作。咱的区公所一定要比较过去的乡公所，要替咱乡亲时代来一一解决，用上紧的速度来解决。大家讲对不对？对。所以这叫行动政府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廷辉，若是做到市长，廷辉一定带着咱的相关的单位，行透透，行遍遍。行到每一个角落，来听基层的声音，来编列适合的预算，会当互咱地方真正感受到政府替咱解决问题。现场也有侪东山区的里长前来支持陈廷辉，并且由陈廷辉亲自受正旗。陈廷辉也展现出积极的态度，一区一脚印，要稳稳啊通过台南市长参选人民进党内初选。等新闻网站采访报道。第11届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比赛，最后一场初赛23号暗时伫北区登场。会中参赛者尽全力拼歌艺，以争取进入总决赛的资格。最后成绩公布，第一组甲高一组分别由杨景慈甲高丽慧摕下第一名。活动一开始由英雄里长甲曾选香老师所带领的舞蹈团，再来精彩表演，将北区初赛绕得开场。会中包括议员谢龙介、陈义珍、董平娥甲洪玉峰、北区区长李宏兴以及侪里长贵宾拢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场面热热。大家都要来用这个宽屏啊，宽屏会当互你用减足者电器，所以你会当节约能源。有足者通讯呢，用这宽屏呢，会降低能源的消磨。自我开始用第一期试用啊，用到今嘛。我想咱上主这三馆有线电视11档的时间拢陪伴咱大家我想上重要的是，拢要祝咱所有今仔日参赛好朋友拢会当摕出家己上好的表现，摕到上好的成绩。伫咧遮真感谢着咱上主车三馆王已经11档啊！我过去伫安平的时阵就捌参与过因办的活动真感谢因会使提供遮尔好的娱乐遮尔好的比赛来到咱北区遮互咱乡亲好朋友有即个机会来遮展一粒歌喉。今年北区初赛总共50位报名，除了吸引历届参赛者搁登来请拼，包括母仔囝、5岁幼童和小妹上台，除了引起热热的掌声，甚至曾经入选前3名的歌手嘛拢再次降台，竞争激烈。最后成绩公布，第一组前3名，第1名杨锦池，第2名苏玉如，第3名施炳宏。最佳舞台魅力丁永登，最佳舞台造型则是吴秀玲。而高一组部分前3名，第1名高丽慧，第2名柯美香，第3名刘桂美。最佳舞台魅力吴怡晨，最佳舞台造型李芷玲。是一场梦。
处祝福的人。终日我灌溉着蔷薇，却遭有爱枯萎。主办单位表示，前3名分别取得进入总决赛资格，同时北区初赛是否卖对11月4号开始，伫第4名的分段播出。电新闻综合采访报道。新曲混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中秋团圆日子将要来到，统一集团提前伫24号伫南胖购物中心举办慈善公益活动，邀请偏乡士绅甲家长，将近250位参加。希望这个活动好有社会大众，做伙关心偏乡的弱势儿童。冲关寻宝趣，秋节大团圆。这场公益活动经过了数个月筹办，包括语言、数理、科学、体能等等多元闯关的活动。由着志工老师引导学生伫咧活动现场做伙闯关，除了带予囡仔中秋团圆欢乐气氛以外，同时也借由这款的游戏体验，予囡仔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来提升家己的自信。统一企业慈善事业基金会长期照顾偏乡的儿童，即马一档大约投入1000万的经费，要来协助500名弱势孩童因的教育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有关偏乡小学的学童我们谈的偏乡，就代表说，第一个它资源比较缺少，而且很多都是隔代教养，所以他们相对比较辛苦。所以目前我们所安排协助的班级大概有10班，那分别是在屏东、高雄、台南以及嘉义。那一般的学生大概是50个人左右，所以你50把它乘以10，大概是500个人左右。那么每年我大概这边也大概出了就是上千万的一个经费来做这样的一个运用，这样子。统一企业慈善事业基金会近年来非常积极办理着偏乡地区弱势家庭囡仔的课后辅导，希望运用多元学习的资源，帮助这寡囡仔看到家己的优点。咱是新闻之后采访报道。真侪民众虽然大家拢有洗喙的习惯，但也是会发生喙齿花、发炎、流血的情形。对此，台南市立病院就指出，一般洗喙齿只会当清洁70%的面积，所以建议搭配使用牙尖刷，才会当有效预防牙周病的发生。一名65岁林女士因为喙齿花时常出血，来到市立病院看诊。医生发现伊的喙齿表面根骨并无菌斑产生，透过电光检查，才发现病灶是伫喙齿旁当中的周齿，造成牙周病。根据了解，其实林女士每一天拢洗喙齿2摆，但是因为喙齿旁的清洁无容易，所以时常被疏忽。对此，医生嘛建议洗喙齿爱搭配牙尖刷做伙来使用，才得有效预防牙周病。现在的人，他其实大部分很多都还是有用牙线搭配牙刷这样子去使用，但是其实牙线它使用的效果还是没有牙尖刷来的这么好。那牙尖刷因为它有刷毛，可以进到一些凹凸不平的表面，那偏偏我们的牙缝牙根就是表面也不是整个都是平的，所以它可以取代牙线，达到一个比较好的
清洁的功能，这个是目前在国际上的一些文献都已经证实，它使用起来去除牙菌斑，就预防牙龈发炎、预防牙周病的效果，都还是会比牙线来得好。医生表示，菌斑对这造成喙齿花发炎老化，所以洗喙齿搭配牙剪刷做会使用，才当清洁的喙齿旁内底细菌甲结晶。另外，医生嘛指出，使用牙剪刷药会让喙齿花的发炎改善，所以感觉喙齿旁变大。所以患者买当选择牙周手术来改善，同时兼顾着健康甲美观。但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因这新生儿对爸母来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但是生囝的时阵，妈妈拢爱承受非常大的痛苦。对此，妇幼病院特别加力认为自亲的麻醉医师，并推广减痛分娩，让产妇会当更较轻松生囝。日前，中国有一位产妇因为挡袂住生产进前的痛痛，竟然对病院5楼跳落去，造成危险，嘛引起各界对着产妇生产权益甲品质的重视。对此，大安妇幼病院陈冠廷医生表示，产妇伫生产顶面的选择一般分做自然产甲剖腹，麻醉医生都来当提供减轻痛痛服务，来当照顾产妇的心理甲生理状态。让母亲伫生产时的惊吓甲痛苦得到上大安慰。生小孩是每个家庭充满期待的一个过程啊！我想每个家庭都很期待这个小朋友的出生。可是每个产妇在生产过程都会想说，我要找一个适合的妇产科医师来帮我生产。可是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比如说你要做减痛分娩，或者说你要剖腹生产，我们都需要麻醉医师来协助，才有办法完成。可是，在一般民众的心里面，他们只想要说，哇，生一个囝爱有妇产科医生，可是没有想到说，麻醉医师的重要性啊，在我们妇幼医院，陈院长邀请我们2个麻醉医师来全程来有品质的执行这些麻醉业务，可以让这些整个生产怀孕过程变得更有品质。大安妇幼病院为了减轻产妇的痛苦，嘛特别邀请陈冠廷、严玉轩2位主亲的麻醉医生进驻，以推广无痛生产的服务。推广到达剖腹产的比例已经对原本的4成降到3成，提高产妇自然产的意愿。台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西半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然后记录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9月25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